今年底就要来选举啊，也毋过台南市真侪民进党的议员呢，煞无啥动静。外界认为就是受到市长初选的影响。那各个业者也表示讲呢，确实是有影。今年这选举做扛棒的呢是减4成，有可能就是这市长初选提早，也佮有政府也加强处理违规扛棒的关系。 对林的交流道一路驶去市区，过去选举年街头巷尾定通看到选举拜年的扛棒，这阵煞颠倒减真济，甚至写真大字的广告出租。实际观察，目前多数都是新人，为了争取选民认白，陆续挂竞选广告。也若争取连任的议员，扛棒设的比例较低，民众认为候选人平常时敢有落实选民服务，这是重点。可能过多，好像也会觉得好像造成反效果，觉得他好像砸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。可是这个人有做事吧？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说看他的看板数量啊，到底放了多少啊，还是怎么样之类的。过年前挂上看板呢，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从外地回来过家乡过年的学子呢，我们借此提升嘉龙的知名度与曝光度。 台南这阵立赢状况真明显，真侪连任的议员讲，参新人比加深选民印象，连任较无大量设扛棒的压力，互乡亲感受到用心，这是重点。广告业者坦白讲，今年竞选扛棒工课量平均过减4成，除了甲民进党初选期间提早有关系，加上年节厂商收件有时间期限，上大影响是政府近来加强处理违规，结果不安全的扛棒，相对对数量嘛产生影响。现在就是电视墙多出来，然后有一些几乎都是用媒体广告了。因为这种的整顿其实做起来违规拆掉的。 很多啦。那民进党确定由立委陈廷辉参选后任市长，整体扛棒数量下降，参选人有缘有无共看法，无共派系议员落尾要参选挂这会，嘛引起讨论。未来也会继续跟林俊宪委员的看板摆在一起，但是现任的最重要的，我也会推出政策型的看板。2026我们一定要赢，不是市长赢，是议员也要赢。而且呢，我们希望用一个坚强的团队，共同打拼2028。虽然目前扛棒有较少，不过厂商认为议员参选登记期限结束，确定赢参选人才会开始竞选活动的安排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